约翰一书的第4章的第1节到第6节。第4章的第1节，所听的兄弟，这的神，是的，亲爱的朋友，唔通相信这的神，就试验这的神是对上帝来的，啊，唔是，因为有真侪假先知已經出現伫即世間，因通因安尼來明白上帝的神，宣認耶穌基督誠做人來世間，迄位神是對上帝來的。無宣認耶穌這的神，毋是對上帝來的，這是基督的對佇這的神。恁有聽到伊佇要來，現在已經佇世間。少年朋友，你是屬上帝，閣已經贏過假先知，因為踮佇你內面的信心，比踮佇世間人內面的神較強、較大。假先知是屬世間，講世間事，所以世間人會聽因。咱是屬上帝，把上帝的人會聽咱，無屬上帝的人毋聽咱。對遮的，咱明白真理的神，甲迷惑人的神。以上。進度，今仔日黄寶如牧師要講進度第8是領出真理的靈，請牧師。所敬聽的小牧師、個牧師，以及正當工兄弟大家平安。今早起牧師要用認出真理的神，認出真理的神，甲大家三甲來勉勵。少年朋友，恁是屬上帝。佮已經贏過假先知，因為踮佇恁內面的聖神，比踮佇世間人內面的神較強較大。各位兄弟，咱今仔日所讀這段經文，一開始就講親愛的朋友，而且講少年朋友。就我想起到講百幾年的教會，咱還少年無？毋通相信這個神，着查驗這個神是對上帝來的，也毋是。這毋是你寫互神學生，也毋是寫互牧師看，嘛毋是單要寫互中職來看，是寫互規個咱規間的教會。每一個時代，每一個世代，攏有各種來自上帝的聲音。有一寡聲音，互人歡喜着跳。若假使有人講我安那祈禱，我的對象是你的時陣，你會着驚袂？我信人去的時陣，捌經驗過。毋過上帝我智慧，我甲迄個查某囡仔講上帝神若感動你，嘛上是會感動我。就安尼，伊不止艱苦。經過20幾年，伊拄着的時陣，伊也真勇敢講，佇神學院，我捌對你講。我祈禱的，我的對象是你。無順利佇咱的中間，伊聽到毋知應該叫袂。不過我真正相信，上帝的神若當知，伊感動我的神，伊感動伊離愛的神，伊會感動伊離撒。所以當咱咧敲找聖神的聲音，這個時代遮爾濟聲音，是你以愛聽着跳歡喜的聲，也是互人一寡會失望的聲音。有一寡聲音充滿濟濟安慰、鼓勵甲應允，嘛有濟濟聲音帶來驚嚇。咱教會
会3年久无家己的牧者，开始出现有真侪的声音。有人讲教会是毋是愈来愈无仰望？毋是无仰望，叫做毋敢仰望。有人讲是毋是找无拄好适当的牧者？有人也讲只要牧师来，啥物一切拢会变好。也有人讲等一年呢，搁等一年呢，到底要等到偌久？到底这一款的声音，才是对上帝来的声？今仔日约翰伫提醒咱，毋通先相信听到的声，要大声学会晓分辨，认出真理的神。第一项，咱来看真理的神会互咱是高举基督的，真理的神互咱高举基督。约翰宣认耶稣基督正做人来到世间。迄位神是对上帝来的，耶稣基督到伫世间，迄位神是对上帝来的。咱嘛真容易将即个焦点放伫人，所以这就真做咱信仰上大的挑战，叫做你毋知要信耶稣是人，也是上帝，拢着信。总是当咱将即个焦点放伫人的信上的时阵，咱伫竞选牧者的时阵。会讲这位牧者安怎拄安怎，会讲迄位长老安怎拄安怎，会讲这位讲员偌好，迄位偌温顺。但是真正要紧的，毋是伊的能力，也毋是伊的口才，也毋是有感受一款好感，真有吸引人，乃是看伊是毋是将人会通带到耶稣基督的面前。真理的神有一款的特质，毋是互人哪来哪挖靠人。我这段时间以来，拢咧读淡水教会历史，读现代历史，嘛读过去的历史。今仔日我无查圣经，我查的是嘛是圣经，我家己查的圣经，毋是查汉语版的圣经。早起我长老摕出伊的圣经的时阵，我就想讲，迄本甲我共款。毋过迄本圣经的后壁面，我伫1998年，逐工礼拜早起，行去到淡水河口，伫遐买早顿，伫遐用笔画落来的笔字，买即个关岛大桥，以及观音山头前遮的景致，我的圣经的后壁面。也真少年，也真少年。不过，到底你思考的，人有哪来哪信靠耶稣基督？遮尔久长的教会，咱哪来咧分辨一位上帝要找来的牧者？是毋是会当互咱的教会是为着即个牧者，伫遐拥护伊？还是互规个教会会通团结起来，为着的是耶稣基督救恩？所以，咱来看一间成熟的教会，毋是伫听候，伫等待一个名次的牧者。虽然咱暂时无固定的牧者，犹搁咱犹搁认真伫敬拜，犹真谦卑伫服侍做工，犹高举基督。所以，确实教会讲，未来咱寄望的是某一个人，就算讲。是一位袂歹的牧者，最重要可能是失望。我看见咱得过，搁来带下遮的牧者。当我看见地方湾牧师的时阵，我甲伊讲，你伫淡水有带过大全事工。其实我毋捌伊，但是昨第一摆见着，甲伊讲着话。只有牧者只有是由群中间就培育出来，所以我看见过去淡水教会有培育真侪的传教者。伊嘛是一位萝卜，伊嘛是谦虚受呼召。但是咱来知影，真正的大牧者永远只有基督，只有耶稣基督。
毋是只有只马界，虽然雕像足多啊，我嘛画，我嘛画。所以真理的神会当互咱爱高举基督，这是真要紧。咱要分别真理的神第一项，第二项真理的神是互教会无受着世间这的声音来影响。真理的神会互教会受着世间的声音的影响。世间有真侪真强的声音，是爱咱教咱爱看结果，爱咱看人数，爱咱就看资源。看伊的规模，但是一间教会久长无牧者，咱会发现教界开始讲真侪闲仔话，我听着嘛真侪，会问看真侪，即间教会有真侪问题，所以小会员甲我讲话时阵，我听去因开始摆了一个真侪问题，我也真趣味，哦，哇，讲遮侪问题，啊，我也毋知影啥物牧者要伫咱中间。敢若亲像你考试，看你会安怎应答，但是上帝从来毋是安尼伫看咱。圣经讲，少年朋友，恁是属上帝，你有属基督，你有属上帝无？若有是踮伫咱内面的圣神，是比踮伫世间人内面的神较强较大。以色列人伫旷野40年久，上帝无离开过因。士师的时代常常嘛无真特别大咖的即款领导者，上帝犹原嘛去掌权。教会3年久无牧者，无表示上帝弃杀咱，因为真正决定教会未来的，毋是主任牧师，来伫是谁来担任，但是教会是毋是犹原顺服伫真理伫引带，教会。教界伫看咱无牧者，敢若厝内无大人共款。我真清楚，因为即个中会有念过，有遮个训练操练过，就我知影。当无一个牧者的教会时阵，当时咱就拄着真侪挑战，毋但是笑的部分，毋知是体质的部分，才会做侪纷扰的声音。但是真理的神叫咱毋通受着遮个声音的影响，因为上帝看的是咱即群羊群是毋是也愿意来跟地。第三项，真理的神是互教会认出上帝的声音。真理的神帮助咱，互教会认出上帝的声音。教会未来也是会拄着逐款特色的牧者，我看真趣味。有人叫做第一任、第二任、第三任，但是中间有传道师、有牧者、有关怀的、有教育的，敢若咱无算任的吼，敢若拢无算一任的。足趣味，到底咱咧看的，是叫做是主任牧师的才叫任，也是毋是？咱嘛要搁咧培育遮个传道师、传教者。有人自愿感动来，也有人推荐介绍来；有人品榜讲道的能力，有人强调伊的行政管理，有人真够会晓善用一寡成长的策略。但是咱看即位牧者是咧看伊有厉害，啊无是毋是？也是看伊所传达的信息，是毋是甲圣经咱所领受的道理教导是一致？用基督的献身、生活的模式。也是做事工的效果，咱拢会通检验伊所讲的是真也是假。这对一个传教者28年久无开传教者来讲，犹原我无袂记得我家己所写的诗。眼前黄昏的观音山水无比，岭头顶大目夜景闪闪是。淡水河讲袂尽祖先的故事，福音出口真拼互你。老远大海轮伫咱心田，一足刻一脚装遐本土特色的厝体，塑造新学的殿堂。一草一蕊花，四季照时通欣赏。福音正声响亮的交代，你我着伫上帝话说语团。
教会当然爱问咱家己，到底咱希望是倒一款的牧者？听讲爱会晓查圣经、查经，听讲，我袂比咱较毋捌这位牧者。咱若真正足爱查考上帝话，迄是足甜蜜的，毋是爱来不爱来，毋是看款来。他所期待教会是要来解决教会所有的问题。任何一位牧者，我想一天伊也会信。他所咱期待牧者是来满足每一个人的需要。那呢，我想嘛无倒一位牧者完全做会到。若是规个教会是顺服上帝话，伊就无相款。约翰安尼讲，我上帝人会听咱，无属上帝人毋听咱。对即个难捌真理的神，甲白色人的神，安尼上帝所批办的牧者，才会通真心伫遮安心来牧养。第四项听候，嘛是上帝牧养教会的方式。听候嘛是上帝牧养教会的方式。咱叫是3年无牧者，是你空胖，是你无采工，检采毋是，因为上帝常常有时嘛会大声塑造教会，才来找歹牧者。大声塑造教会，才来找歹牧者。教会若无学会晓彼此相听饶舌，牧者来真紧嘛会受伤。今日咱诗班所用的诗焦点是啥？毋是平安尔，叫做相听。教会若无建立一款团队的服侍，牧者来所有的重担，拢会落伫伊的身上。所以小会员甲我讲，以后爱拼搏，以后该拼搏，以后佫去拼。厝边已经想着未来，惊讲若牧师来会伤无用。教会若无学习一款主动来追求上帝，那个牧者真拥有着真做一个偶像，迄个偶像毋是要敬拜的偶像，就是伫网络上非常红款的牧者。咱若无家己会晓敲吹上帝，这3冬以来，上帝无停止你做工，是你陪伴教会。上帝是你陪伴咱的教会，上帝嘛可能拄伫陪伴迄位牧者。我无讲是即位，迄位牧者。等到时机若拄好的时阵，成熟的时阵，教会甲牧者彼此拢准备好势，那呢就会当做伙来承接上帝的使命。所以讲，伤多无较绝。知影伤侪问题，无拄有利益，咱颠倒转来问咱家己，是毋是合一的集体？是毋咱了搁咧超找上帝，还是咱感受着咱已经得着？那安尼教会应当着安怎来看待未来？安怎样来看待未来的牧者？若看待未来的牧者。第一项，毋通互惊吓惊着，毋通互人的言话惊着。然后总会个声音来甲你检视者，你就惊着。因为真理的神带来是信心，毋是因为环境舒适，毋是资源丰富，是因为上帝悠然要搁你掌管。所以毋通互侪声音惊着。你遐毋通将望全部寄托伫某一个人身上，某一个牧者的身上。因为牧者重要无毋对，真重要，但是伊毋是教会主人，基督才是。我2摆实习的经验，三峡教会第一间实习的教会，年半。无牧者，足奇怪，呾心啊！年半拢无牧者咧，
是比如说牧师毋知影派我去无牧者教会。最后一档1997年，伫遮看甲叫毋敢。哦，今仔日永恩牧师去我遐讲道，我住迄间就是伊个房间。伊较细汉咧让身高迄个寸尺，迄间。共款无牧者，毋过因为因无牧者，所以过去咱的牧者就真疼我。足趣味吼，当因教会无牧者，我甲伊开设咧三甲教会、淡水教会无牧者的时阵，我伫遮做神学生。毋过伫遐经历遮的牧者，拢足疼我，我毋知影是安怎。感谢主，因真疼我。所以咱要相信上帝比咱搁较疼教会，特别是伫无牧者中间，上帝比咱搁较疼教会，咱有疼教会无？吼，我听了走宗教迄个程度，吼，就要演去啊！我看见真正疼教会，毋过也讲疼教会，听讲牧者来啊，伊就毋免遐无用啊，吼，爱嘛无合格哦，吼，爱继续疼教会。上帝比咱较疼，疼咱家己的教会。咱若烦恼教会未来，上帝早就已经看见未来。哦，咱若烦恼教会未来，上帝早就看见淡水教会未来。因为伊知影咱需要倒一款的牧者，也知影什么时阵找派找客。毋通期待牧者是一位完美的人，就爱为着要来牧者祈祷。盼望伊会是一位听主、敬畏主、持守真理、忠心传道理、疼惜羊群，佮愿意甲咱同行天路的人。常时牧者也需要一群成熟的羊，毋是伫背后讲做闲仔话，这是教会特殊的文化，哦，足特别的文化，爱讲教会的闲仔话，应该是徛出来。做伙共同承担这使命，共同承担这使命。结尾来讲，一间教会真正未来，毋是决定什么时阵有牧者，乃是赢这承受坚定伫军底真理的神。下一章，当教会愿意高举基督的时阵，持守这个真理。彼此相听，耐心听候，上帝一定会照着伊看做上妥当、上解适当的时阵，带领教会头前的路。我伫担任这个7册中会辅导事工部的辅导的时阵，捌甲因分享，我想我讲啥伊拢袂记着啊，毋过因会记着，叫做上帝时间上水，上帝时间上水。来免会过因，因为自古到今，真正牧养主的教会，从来就毋是倒自的牧者，较够讲道，较够解经，较有系统的训练，较有关怀的探访，还是较有摕侪社会资源，是永远是迄个无离开过咱的大牧者主耶稣，真正牧养教会。主的教会就是主耶稣导者。芝加哥大学罗耀拉这个大学的一位鲍威尔教授，伊有一摆开一个营养学分啊，算一个营养学分，叫做信心的功课，通识课啊。这个学生囡仔咧，天天去上这课咧，无论你有拜上帝、有信耶稣无啦。啊，就学生贪污吼，上几学期的几学的课吼。无论老师讲啥，伊就伫下面伫遐唱反调，伊就伫遐来举手啦，伫遐埋怨啦，讲即个什么时代啊，还阁有人伫相信即款的观念啦，等等。老师真偷听，啊，伊伫遐咧表达，我有意见，我有意见哦。最后一堂课的时阵，嘛爱写一个心得哈，心得安尼写一个。写了的时阵，甲老师问讲，老师。你想我会相信上帝吗？袂啦，我来讲。你想我会相信上帝吗？袂啦。但是行过几步路，学期结束啊，
包教授啊，过头去甲叫，他们，我相信有一天上帝找着你啦。我相信上帝有一天会找着你。几年了后，他们检验出一款癌症末期的病症细胞。有一天出现伫即个教授的即个办公室门口，迄个过去长头毛真飘撇的青年人，马上敢若失去光彩。讲几句话了后，教授问伊：打24岁，就爱面对死亡，你有啥物款的感受？24岁就爱经历癌症即款死亡，你有啥物款的感受？这毋是一个凊彩故事，而我幕岁过去嘛有经历过一个少年人25岁，脚剪断嘛搁起，规支脚拢要剪断嘛搁感染起来。毋是无经历过，有啥物感受？他们讲，我感觉我比一寡人搁较幸运。教授，你讲有一寡人吼，安怎讲？你比一寡人较好。有一寡人活到50-60岁吼，还无理想呢，还无清楚生命正确的道路呢，正确的人生观呢。生活常常嘛是伫醉酒的中间，伫宴乐，伫即个趁钱这个过程。我来看老师，是因为你最后迄句话讲上帝找着我，上帝找着我，所以我来找你，因为即个通听互我。当我知影即个事实的时阵，即个细胞感染是恶性的时阵，是已经一摆搁一摆治疗，搁再摊开的时阵，我毋是无试过，我试足遍坐摆足骨力。去甲上帝敲门，一摆搁一摆，试到伊拢无动静，拢无回应。最后我实在无气力搁再试啊！我想你伫课堂顶面捌安尼讲，人生上大的悲哀，就是活一世人无活伫疼的内底。还佫一件佫较遗憾的事，就是活一世人拢无机会甲所疼的人讲，你有偌疼伊。就算讲牧师娘甲我讲，你要爱我吗？我嘛讲袂使出来，你知吼？通常是伊甲我讲啦吼。我就决定倒转去找我的老爸，伊伫客厅看报纸，爸爸，我足想要喊你讲话，这是真重要的话。爸爸，感谢你。我少年放荡的时阵，你无气煞我。爸爸做食2项足久无做过代志，叫做流目屎，叫做抱伊的囝子。妈妈、小弟嘛做伙揽着，大家伫遐啼哭。敲找上帝，敲找上帝，敢若敲找木子啊共款，毋是叫伊来解决问题。咱是将家己投入一款疼的关系的内底，我感受到淡水教会对我的疼痛。这是约翰所讲的，上帝是疼住伫伊疼内底，就是住伫上帝疼的内底。疼上帝的心，若要完全，是通过疼教会、疼兄弟的心表达出来。因为人若过头疼世间，就疼爸心，早就无伫内底啊，伊就无都通伫真理甲白黑人的神的中间来做出正确的选择。我相信这3档是上帝的心意，毋知咱相信无？因为上帝你陪伴，上帝嘛你找见，上帝你塑造咱的教会，上帝常时嘛你陪伴要来的牧者。上帝的神是伫创造万物的中间，嘛是伫大水灭绝的中间哦。伫百世生活的困苦的中间，嘛是伫历史拯救的进程的中间，
耶稣诞生的时阵，也是基督受难搁活的时阵。是受到军地伊，也是伫硬心毋认伊的时。伫忍受迫害，也伫去做教会时。所以无论对倒一方面、倒一个角度，咱来看，咱拢已经伫认出真理的神啊，重新来祈祷。亲爱的天父，感谢你做阮教会永远的大牧者。当阮面对无固定牧者的日子，你保守阮，无互挂碍、比较、甲逐款声音的影响。阮倒转使阮分别真理的神，互阮持守你的道理，彼此相听，同心听候你的带领。求你为着阮来陪伴要来的牧者，常时也陪伴阮，成做成色合一、欢喜同工的教会。互未来的小组、三组，毋是彼此的消磨，是彼此的成全，做伙见证基督。愿阮会记得教会真正的头是主耶稣，因为你伫古早、伫现今、伫将来对阮的疼，永远无改变。奉主耶稣的名祈祷。